1970、80年代是台湾文学出版业的黄金年代，到今也有3间出版社坚持文学创作的出版。台北市文化局今仔日特别举办颁奖典礼，感谢因对台湾文学的付出。这首歌曲的词是杨牧的作品，经过一座桃花林。杨牧唔那是诗人，伊甲叶伯英等人嘛，伫1976年创立风帆册店。其实杨牧跟我要开出版社是很早很早。杨牧就说，那就找另外的朋友，找雅璇，找沈燕士，我们一起来做。风帆册店今年得到台北市政府颁发予艺文组织的有用奖，同款得奖的阁有九歌出版社甲儒雅出版社。我们碰到很多读者，他都会跟我们说，我们是看九歌长大的。那我很想跟他讲一句话，就是我是编九歌编老的。上个月我刚好到九歌满40年。那是一个作家很快乐的年代，出一本书。有很多钱，一下又来了，一下又来了，那是一个快乐年代。3间文学出版社创立到今，拢已经超过40档。伫文学出版愈来愈稀微的21世纪，风帆、九歌甲儒雅悠然坚持落去。除了颁奖表扬，台北市文化局嘛发行纪录片，希望记录台湾文学这段青红的历史。记者林思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